坐伊的妻，一粒伫伊的妻，光光杯酒伫暗暝，真大个光，无人捌看到。三个博士看到这粒星，讲新郎出世的铁好啦，来去拜伊，就带保密要送耶稣，车骆驼出发。博士拢总车骆驼，因为身躯真正好。骆驼要缀大沙坡，无用跑，一步一步，骆驼红棍挂含铃，隆隆铃铃，隆隆铃。后来博士就到迄个混混的城，遇到人就问：这帮出世最兴旺的伫倒位？逐人拢摇头讲：阮毋知。后来博士去将来问王，伊受气讲：王，我就是。伊就调身边的高人来问：恁捌听到新郎出世伫倒位？因应讲：有，伫伯利城。王阁调下的博士来，即摆声音温顺讲：啊，我知，伯利城城内，恁着紧去拜，着阁倒转来，通讲互我知，我也通去拜。博士离开将殿，要去伯利城的时，这粒伫伊的星，正头前被带路，到位的时，这粒星宿伫一间厝的顶悬。博士对骆驼落来，就拍门讲：车甲阮开咧。内面开门应声讲：请入来。因入厝拜新郎耶稣，将所摕来的保密献互伊，鞋仔互老母抱伫身前，温温啊笑。